第二季通通秀台语，小小要捧出来请人客啊你！专业的评审，本土各国际。恁祖嘛毋是塑胶做，若是无甲我拍婆啊，你就甲我试看卖。不管在座各位是什么款的身份、什么款的地位，也是什么款的卡小，咱脱脱小台语，阵容坚强，节目精彩，毋是国情啊，伫咧转。来台湾娶某，讲甲互你捌，喙齿我八甲啦。哎呦，你若是有5点钟的时间，我即马甲你讲。哦，安尼无。你人生了真正有高水，感谢。啊，毋过我真正听无你咧讲啥。一直落来就会忝就会感觉讲，这敢若淡薄仔袂过关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啦吼。你一直咧落来，一直咧落，你个手机一直举起来咧。你甲放了紧，无，伊是安怎？伊是安怎？甲讲出来。伊白来中嘛吼。Talk show 台语。